嚟啲入埋。咁佢個香港打比大賽準備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見到啦出得好齊下嘅，而家見到啦呢隻勝利首先帶出嚟嘅，外檔亦都有好飛快性嘅，然後中檔就係呢個友誼錦標啦，搏命咁留翻住啊，跟住先至君子喺外檔而家上翻嚟嘅，最後啲嘅馬咧先至見到呢個春風得意啊，再闖高峰啦，然後就係有呢個進士啊好跑得啊，跟住先至有輝煌星啊，香港城區啊刷刷為名啊，包尾咧就係呢個必全勝同埋啊係快加福啊咁樣噶，不過必全勝留到相當後啊，跑咗大約400米嘅路程咯，見到呢個係好已經搶埋嚟貼咗欄噶啦，跟住咧君子咧外檔拍住燒佢，然後就友誼錦標啦都跟得好前嘅第3位，跟住有飛快勝守住第4，最後多少見翻勝利啦，然後先至春風得意啊呢個進士，跟住再闖高峰，然後第5個好跑得，然後咧就係有輝煌星啊必全勝啊，最後啲就係呢個香港城區包尾嘅刷刷為名同埋快加福嘅，而家跑咗大約係800米嘅路程就嚟轉翻咁滯噶啦，君子帶出嚟咧2個馬位好守翻住喺第2位，跟住有友誼錦標奪第3嘅，最後啲就係有呢隻飛快勝啊，然後先有呢隻係勝利啊，跟住有春風得意啦，然後就係進士啊，最後啲馬先有呢隻再闖高峰，然後就係好跑得啊輝煌星啊，跟住有必全勝啦，然後就係香港城區包尾就刷刷為名同埋快加福，去到轉翻中間嘅時候，君子仲係前有1個馬位嘅，而家見到咧好好嘅翼背追咬住佢跑啦，跟住咧就係友誼錦標留咗喺第3嘅，然後先有呢隻飛快勝喺第4位，最後多少都見到有春風得意啊，然後就係有勝利啊，跟住就好跑得啊，然後就係再闖高峰啊，必全勝啊，跟住好跑得上噶，去到最後300-400米嘅時候啦，見到呢個係友誼錦標啦，首先就衝緊上嚟，而家好型啊，帶緊出嚟噶啦，跟住有勝利亦都上啦，然後就係呢個係最後少春風得意咁樣噶，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見到呢個勝利啊冷門馬帶出嚟噶，跟住咧見到好跑得，而家先喺外檔啊上咗少少嘅啫，只人中呢頭勝利咧係爆咗冷門呢場賽事，第2名咧就要影相啊，就係有呢個春風得意啊，好好啊，仲有咧係外檔嘅必全勝啊咁樣噶。全場呢隻馬你話首先唔揀咧，你就可能你就唔揀呢隻先㗎啦，因為睇落去個勝利啦，居然一場賽事啦忽然間咧係突圍，愛倫歡笑，愛倫啦，9倍嗰隻勝利啊，今次呢隻勝利啦，仲要贏得相當輕鬆嘅，結果勝利啦係贏咗呢場香港打比賽。2-3名去影相，春風得意，然後先至必全勝啦，好好啊，好跑得咧，3甲都會不入喎。我諗呢場賽事啦，張基興咧，我諗真係翻跑10次咧，都真係覺得好奇怪嘅戰果嚟㗎嚇。係啊，你話你拎起隻先啦，會唔會係拎起隻7號先？你估？係啊，事實上勝利咁貴啊，直到而家都未有試過。電視機就會顯示第1名咧就係7號勝利。咁啊，肉眼所見睇得意嘅應該係春風得意嘅，咁啊跑第3就要影相啦嚇。好接近嘅，夏力信嘅坐騎爆到7彩啦啩！咁事實上呢場賽事可以話俾各位馬迷聽咧，根本係愛倫就同阿偉達大家研究究竟揀邊隻馬好咧，咁佢哋研究都係揀必全勝嘅。第1名就係7號嘅呢隻勝利，第2名咧就係4號春風得意，第3名就2號必全勝，第4名咧就係12號嘅好跑得。哇！大熱門，好啦，幾乎跑一條愛倫 Q 出嚟啊！咁啊，亦可以咁講，今日咧勝利同埋必全勝用留頭鬥後嘅戰略。張基，我諗大家記得舊年呢2隻馬都係擺前啲走嘅。咁今次咧就自己扣女君子擺喺前面去逼散其他嘅放頭馬。